是谁？快出来！哼，又是你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哼，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？哎，好好的兔子窝你不住，非得跑到宁府来，你有何居心啊？居心？我能有什么居心？我的家被你们占用了，我当然得找个栖身的地方。你个臭兔子精，少在我面前耍花样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动宁府上下一根汗毛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就算我不害人，你可曾想过要放过我？在雅居，你冤枉我要害燕大哥；在宁府，你又怀疑我要害宁家的人。可事实是，燕大哥现在好好的，宁家也没有人受伤。在我看来，你严雨生根本就是个生性多疑、无事生非的小人。你这兔子精才是小人呢！哼，你以为你编这么多理由，我就能相信你吗？我还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呢，我会时时刻刻盯住你们，你们最好不要让我抓到什么把柄。哼，那好，我也告诉你，如今宁夫人是我干娘，宁采臣是我大哥。如果谁要是挑拨我们母女兄妹的感情，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臭兔子精！怎么回事，道长？我刚刚施法，没想到竟然被人打扰。人？这四周都安安静静的，哪儿来的人呢？出来！宁夫人，雨生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……老夫人，我等在此施法，为宁公子祈福，正到紧要关头的时候，没想到严姑娘擅闯法坛，差点惊走了各路神仙。哎，如果祈福再受到干扰的话，各路神仙归位，文曲星回天，恐怕到那时，贫道也无能为力啊！别！严姑娘，我知道你是燕道长的朋友，是小倩的表姐，理应是宁府的贵客，我应当好好的接待你才是。但是为了我儿的前程，为了宁府的荣辱，我不得不失礼数。既然你在宁府不甚愉快，我还是请你暂时离开吧。哎，宁夫人，我……不，雨生姑娘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为了我的儿子，为了我的宁府，我求你离开。请。还是岳勇的计策好，利用老太婆赶走严雨生这个碍眼的。如今宁府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谁让那个严雨生竟跟我作对？我不过是小惩大戒。来，喝酒了，来，陶金哥，来。你们几个妖孽，不要太嚣张了。严雨生，你脸皮还真厚，被干娘赶走了，还有脸回来？哼，你以为就你们这点小伎俩就能骗得了我吗？就算我走，我也要先把你们除掉了再走。就凭你？对呀，就凭我。陶大哥，小环，这个人咄咄相逼，我们也不用客气了。上！怎么办？别打了！严姑娘，小环！喂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大晚上的，叮叮当当的。我也不知道啊。这么打下去，以后不把房子给拆了？不行，我回去跟老夫人说一声去。站住！真要让我娘知道了，不全露馅了？那倒也是啊。陶静哥，严姑娘，别打了！万一惊动了老夫人，我们就前功尽弃了。小倩，你别管这事，
严姑娘，我求你暂时放我们一马，我发誓绝不让宁府任何一个人受伤。小倩，就怕到时候连你也身不由己。少废话，看招！住手！哼！哎，姑娘家的不要随便动剑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跟这些妖精才无话好说呢！哈，我跟自以为是心胸狭隘的人也无话可说。哈，你这个兔子精，说谁心胸狭隘啊？谁疑神疑鬼、血口喷人，我就说谁呢？我知道你们这群妖精来到宁家是心有所图的。哼，我们要是心有所图，宁家人还不早就死光光了？哎呀，小环，你就是个狐狸精妖孽！我早该杀了你！好了，别吵了。嘘，小声一点，小心被老夫人听到啊！啊，对，哎，你们别吵了。大家来到宁府，不就是为了那1000年前的事情吗？好，现在我的伤都已经完全好了，功力也恢复了。小倩，宁公子，我会再给你们施法，回到1000年前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这段恩怨始终要有个了断。爸，姥姥来了。姥姥怎么今日有空来到我这狐狸洞？快请坐。来人，奉茶。不必了，我今日是奉了主人之命来问罪于你的。问罪？请问我何罪之有？你的女儿在哪儿？这不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女儿正在宁采臣家里喝酒聊天，不亦乐乎。这不可能，姥姥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小倩和小环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是属下亲眼所见，聂小倩和聂小环与宁采臣一家把酒言欢。聂小倩竟敢违抗命令，主人很是生气，责令我来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纵容她胡作非为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好了，话我是传到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小倩一向懂事，这次怎么这么糊涂？要是惹怒了黑风主人，让我们狐狸族以后可怎么立足啊？先别慌，事情到底如何，还是先查清楚再说。别慌。哎，宁公子啊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道长误会了，采臣担心的并不是一己之命，采臣担心的是，如果宁家和狐族确实有血海深仇的话，采臣就算是愿以命相抵，恐怕他们也很难放过家母。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，到如今我还没有报答养育之恩，母亲就要惨遭横死，采臣实在是于心不忍呐。宁公子放心，不管事实的真相是怎么样，我都答应你会竭尽全力保护老夫人的周全。哈，采臣跪谢道长。哎，请起。道长，采臣还有一事相求。宁公子请说。如果小倩说的是真的，宁家确实做过对狐族背信弃义之事，那采臣作为宁家的子孙，自然要承担祖先所犯下的错误。到时，请道长不要阻止狐族杀我复仇。如果采臣这条性命可以平息这场风波的话，采臣宁死无悔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多谢了。陶静哥，这是我做的几样小菜，来，你尝一下。吃这个。陶静哥，你真的放心
让姐姐和宁采臣跟那个臭道士走吗？有什么不放心的？可是万一宁采臣半路逃走，一去不返，那我们的大仇还怎么报啊？怎么会呢？不是还有小倩在吗？小倩，她现在心里面在想什么，连我这个亲妹妹都不知道。她一而再的对宁采臣那个酸秀才手下留情，如今又坚持要冒险去查什么真相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借口？说不定她心里面就不想杀那个宁采臣。要我说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真相早就已经大白了，干脆一刀下去杀了宁采臣，再一把火烧光这个宁府，一了百了。小倩做事用不着你操心。我答应过小倩，没有查出事实的真相，我是不会杀害宁家任何人的。我警告你，你也不许给我轻举妄动。可是，万一宁采臣真的跑了，那我们胡族的大仇该怎么报呢？你尽可放心，他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就算他跑了，他老娘不是还在我们手上吗？再说了，宁采臣他是个至孝之人，绝不会眼睁睁地抛下老太太一个人逃之夭夭。万一他要是真的跑了，我就让宁府上上下下都为他陪葬。陶庆哥，我不许你伤害老夫人。可是他也是宁家人，当然不能放过。老夫人对宁家祖先的所作所为一概不知，况且宁采臣也答应用自己的命给胡族一个交代。他是宁家唯一的后人，如果他死了的话，宁家的香火也就断了，我们也算报了大仇，又何必去为难老人家呢？在宁府这段时间，老人家对我一直照顾有加，我求求你，看在我的份上，就放过老人家吧。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帮仇人说话？你是不是喜欢宁采臣啊？我只是就事论事，将心比心，更何况宁家是不是我们的仇人还不清楚呢。可是小环，你给我闭嘴！小倩，我答应你，绝不杀害宁夫人，但是你也得答应我，只要查明了事实的真相，你必须亲手杀了她。好。小倩，月容姐，深夜独坐，对月长叹，看来我们小倩遇到烦心事了。月容姐，你说人和人之间为什么要有争斗、有恩怨呢？有人心就会有欲望，有欲望就会有争斗，有争斗自然就会有恩怨了。可祖辈的恩怨，为什么要由我们来承担呢？这就是命啊，小倩。事到如今，你也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明天我会和你一起离开宁家，做你的护法。我相信，你一定可以顺利找到真相的。谢谢你。哦，可是你还是留在宁府比较好。我担心陶庆哥和妹妹会趁我们不在，对老夫人不利。月容姐，留下来保护老夫人吧。可是，月容姐，老夫人说到底也是你的干娘，念她一心把你当成亲女儿，处处照顾，你也应该尽一个女儿的孝道啊。再说，这也是你博取宁采臣好感的一个机会，你说呢？好，我听你的。小倩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不敢动干娘一根头发。姥姥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回黑风寨，向主人报告胡族违抗他的命令，保准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懂屁！就算是胡族抗命，主人盛怒责罚下来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不如借此机会看看聂小倩和那个牛鼻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再一刀了结了宁采臣。哼，到时候这头功不就是我的了？至于小倩他妈那个老骚狐狸，哼，就再也休想在我面前逞威风。我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妙计妙计，姥姥果然老谋深算。那只老狐狸怎么会是您的对手呢？小倩，宁公子，时辰已到，我现在发锅。姥姥，这是什么法术？我怎么知道？要是让宁采臣跑了，这头功就没了。嘿，老娘拼了！哎，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你醒醒！你先起来。哎呀，上次是一片森林，这次还是一片森林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。哎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好。哎。 怎么了？我记得这棵树，上一次我们去宁定光家的时候经过这棵树来着。因为我觉得这棵树很奇怪，大树的旁边长了一棵小树。你没记错？我不会记错的，因为我还记得小树的树杈指着宁定光的家。啊，太好了！这深山老林，我早就没了方向。你太聪明了。唉，我只是运气好罢了。你就别谦虚了。啊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快去找宁定光吧。好，我们快走吧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怎么回事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让我看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哎，不用了。不行啊，让我看一下。不打紧的，只是崴了一下。不行的，万一受伤了怎么办？让我看一下。 还好没有伤到骨头，休息一下吧。哎，慢着点儿。啊，真的到了，到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这都到了，你还怕他跑呀？宁前辈，宁前辈，谁啊？你看。哎呀，宁兄弟，小倩姑娘。哎呀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 宁前辈，我们路过此地，特来探望。是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！哎，来来来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小倩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还不是见前辈心切，走路把脚给扭了。你可要打只山鸡给我好好补一补啊！没问题，小倩姑娘想吃啊，别说是山鸡，野猪我也照打。
那吃野猪之前，能不能请我们先坐下？哎，你看我光顾高兴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坐。谢谢。哎呀，小兄弟，你们可不知道啊，咱们上一次分手的时候，突然是狂风大作，天摇地动啊！我当时醒过神来，我就找不到你们俩了，可把我给急坏了呀！我就生怕你们俩有个万一，所以啊，我就四处的寻找。还好，你们俩今儿个来看我，我这心呐，总算是放下了。有劳前辈挂心了。上次我们二人侥幸躲过，醒来也不见前辈踪影，又急于下山，所以不辞而别，请前辈见谅。哎呀，哪儿的话呀！只要你们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嘛。哎，不说这个了，今天咱们再次重逢，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。我就知道，一见到我们，你就会来一句不醉不归。小千姑娘，这酒逢知己，兄弟重逢，岂能美酒啊？你今天还漏算了一件事情，今天除了给你们二位接风之外，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庆祝。哦，什么好事啊？轩辕神剑大功告成了！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！前辈多年的夙愿终于达成，彩晨在这儿恭喜前辈，祝得神剑。小千也恭贺前辈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！哎，这神剑铸成，知己在旁，今天我宁定光此生无憾了。哎，两位，要不要看我铸的神剑呢？好啊！好啊！看看，剑身乌黑，剑气凛冽，不怒而威，果然是把好剑啊！我宁采臣虽然不懂得品剑，但是看到这把剑，乌黑中透有威仪，震人心魄。恭喜前辈能够铸得绝世好剑。此剑好是好，只不过……哦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好像还欠缺点什么。嗯，小千姑娘果然是识剑之人呐。不错，这把剑的确尚未完工，还要等到最后的刮削琢磨和砥砺开刃，方才是一把好剑呐。哦。是不是也要把这些放上去啊？当然了，这佛要金装，这剑也要衣装嘛。前辈，不如让我和宁大哥一起帮你啊。嗯，当然好了。如果两位不嫌弃的话，那我是高兴之至啊。不过这件事啊，咱们明天再说。眼下还有最重要的事情要你们帮忙呢。哦，前辈的事，在下义不容辞。他还能有什么事啊？还不是要你帮忙把外面那10几坛酒给喝光。还是小千姑娘了解我呀。走走走，咱们喝酒去啊！来。宁前辈铸此剑，穷尽毕生精力，相信上天也会被你打动，才助你成事。小千姑娘，此言差矣。我宁定光有缘铸此神剑，我呀还要感谢上苍才对呢。前辈此言何解啊？你们知道这神剑用什么铸成的吗？我告诉你们吧，20年前啊，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铸剑师。有一天，我就上山寻找玄铁来铸宝剑，不小心却跌落山崖。幸好我抓住了山崖上的藤蔓，才保住了性命。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我是因祸得福啊！我在那悬崖峭壁之中，发现了当年女娲娘娘补天时的一块晶石。补天晶石？嗯。你是说这把神剑是女娲娘娘的补天晶石所铸？正是。我得此石，如获至宝啊！我就下定决心要用这块晶石铸成一把神剑。于是呢，
我就告别了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，来到了深山。唉，没想到我这一铸剑就是20年呐！哎，小倩，你怎么了？我只是在想，这补天晶石是女娲娘娘集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光华锻造而成，足以掌控3界6道。没错，一旦神剑铸成，足可以号令3界。号令3界？就那把剑啊！小兄弟，你可不要小看了这把神剑啊！如果它落到明君的手中，就可以成为一把正义之剑，它可以斩妖除魔，维护3界的和平。如果落到恶人的手里，它就会成为一把邪恶之剑，到时3界大乱，百姓也会遭殃啊！既然这把剑善恶难料，那为何前辈还如此呕心沥血呢？万一这神剑落入恶人之手，岂不贻害万民？那前辈的一世英名也将尽毁啊！君子岂能为了一世的英名而置苍生于不顾呢？如今群雄并起，战乱不断，百姓们流离失所。我宁定光虽无帝王之相，更无将帅之才，唯愿铸成神剑，献与明君，助其一统天下，结束这战乱纷争。如果天不从人，这神剑落入恶人之手，那我宁定光必然使出最后一把力气，哪怕是剑毁人亡，也要阻止这场浩劫。前辈的一席话，令在下汗颜了。来，前辈，彩臣用此酒祝前辈能够得偿所望，同时这神剑能够找到明君，创一番事业。来，小妾也替天下苍生谢过前辈。来，干杯！聂大哥，哈，聂大哥，我和黑风兄弟来看你了。哎呀，两位兄弟来的正好，快坐快坐。好，哎呀，正缺酒呢，坐。来，给你倒酒啊。小兄弟和小倩姑娘也是因为我宁兄铸成神剑来庆祝的。我们2个人是途经此地，特来看望宁前辈。才知宁前辈铸剑成功，所以在此饮酒庆祝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我们带了些好酒，我们要好好的庆祝一番。是，顺道为2位接风。那就多谢了。来，今天啊，咱们难得知己满堂，来，咱们大家共饮此杯。来，大哥，你能不能让小弟看一眼神剑的风采呀？当然可以啊。只是这神剑刚刚成型，还没来得及打磨开刃，更没有什么修饰，怕是入不了兄弟的法眼呐。哎呀，我哪里见过什么世面呢？今天特意来看看哥哥的神剑，大饱眼福呢。这神剑后续的功夫还尚待时日啊！20年我都等了，我还怕这个把支撑呢。我告诉你们俩，这小兄弟和小倩姑娘已经答应留下来帮我，我相信一定会事半功倍的。大哥放心，你们尽管专心铸剑，这一日3餐和家庭琐事全包给我了。好，我保你们是顿顿有酒，餐餐有肉。好，说的太好了，来干！来！启禀主人，属下亲眼所见，聂小倩公然要求她母亲放走宁采臣，她的母亲非但没有阻止她，反而放走了宁采臣和那牛鼻子。岂有此理！主人，狐族平日里就不把我们这些小的们放在眼里，现在连主人的话都不放在心上，照此下去，我看谅他们也不敢怎么样他，他们只不过是我脚底下的蚂蚁，只要我的脚跺一跺，他们就得颤3颤。主人说的是，不过我看见那牛鼻子好像给宁采臣和宁小倩施了什么法术，让他们2人的元神出了窍。我本想追着他们2人的元神而去，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没想到那牛鼻子给我来了一阵妖风，把我吹到了羊圈里。主人，你看我这身上现在还有羊骚味呢，
老老，你严密监视祭坛，看一下燕赤霞把宁采臣、聂小倩的元神送到哪里去了？属下遵命。前辈，这神剑已经大功告成了是吗？年轻人，有点耐心嘛。这剑柄虽然好了，可是这剑鞘还在剑炉中炼着呢。真是没想到，这把剑从铸造到完工，要经历这么多繁琐的工序。正所谓千锤百炼，方才是一把好剑呐。前辈，吃饭了。知道了。不知道二哥又煮了什么好菜啊？走吧。哎呀，聂兄弟，这又是什么新菜色啊？这是聂前辈最新发明的菜式，它叫做鸡吃鱼。来，咱们就尝尝这道鸡吃鱼。好。不管它是鸡吃鱼还是鱼吃鸡，今天呐，都是给我们一起吃的。哎，我说小倩姑娘，合着你给我们加的全都是鸡头、鸡爪、鸡屁股呢？哎，怎么给这位小兄弟加的全都是鸡大腿啊？我是怕宁公子体力不够，非但不能帮你，反倒碍手碍脚的。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啊！这丫头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这嘴不饶人啊！小倩姑娘，你可不要小看这位小兄弟啊！他虽然是一介书生，但是干起活来那可是轻车熟路。我有他帮忙，那真是如虎添翼呀！前辈，我今天才得知，这铸剑的工艺是如此繁复艰辛，所以更加敬佩你的所为啊！嗨，宁兄这2世代艰辛铸剑，今日终有所成。来，小弟借薄酒一杯，恭喜大哥！来，大哥，神剑已经铸成了，有没有想好它的去处呢？我记得前辈曾经说过，要将此神剑交托给一位明君，不知是否有人选了？一定是一个贤德之人，才可以救苍生于水火。此人选，大哥一定要慎重啊！那是自然了，否则我这一辈子的心血岂不就白费了？但是现在正是乱世，要想找一个勤勉爱民、德才兼备的君主，着实不易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千万不能把这剑给了楚王啊！那是。楚王怎么了？楚王是个暴君，不但四处征战，而且对百姓施以重税，百姓叫苦连天呐。各国诸侯也怀恨在心。如果此剑落到此人之手，恐怕天下大乱，百姓就苦了。贤弟说的没错，的确，楚王残暴不仁，绝不能是我神剑的明主。我就怕这宁哥铸成神剑的消息一旦传出去，你不去找他，他会来找你的。怕他干什么？大不了拼了我这条性命。再说了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能把这神剑交到那奸佞小人的手里。大哥，小弟愿与你共进退，一起保护神剑。这事儿可不能把我给落下啊！采臣无能，但也愿意尽绵薄之力。还有我。好，来，来。宁大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3位前辈明明就是至交好友，怎么会反目成仇呢？这中间一定有误会，你觉得呢？我们想到一处去了。从现在看来，他们3个人的情谊并不是装出来的。那他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
不管怎样，他们之间真的有误会，那我们不如早点找出问题的症结。如果能够解除误会，说不定宁家和聂家也就不会世代结仇了。你说的对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用杀你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枉我当你是兄弟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宁前辈的是你，我们走吧。好。聂晨，枉我当你是兄弟，你居然偷走我的神剑，想让我这一辈子心血付诸东流，你说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哎呀，宁兄啊，宁兄，你误会了。我刚才来看你睡着了，又不忍心吵醒你，就帮你往铸剑炉里添了把柴，可不小心把它碰倒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我早就说过，闲杂人等不得进入铸剑室。你分明是有心捣乱。哎，你说我是闲杂人，就是闲杂人等。两位前辈，别吵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来的正好，把这个姓聂的给我赶出去。啊，好，你们给评评理。他说我要破坏他铸剑，我想破坏你铸剑，我还会等到现在吗？你走，你出去。宁前辈为神剑耗尽心血，必然会紧张一些，你就体谅他一下吧。你怎么不是好人心的？你才没安什么好心呢！大家都知道，谁得神剑，谁就可以号令3界。谁知道你会贪什么心？这把破剑我才不稀罕呢！什么？我这是破剑！哎，破剑是！你再说一遍！破剑！砍死你！你这把破剑我们稀罕！哎，宁前辈，冷静点！砍死你！慢点！慢点！宁前辈，什么事？什么事啊？宁大哥，宁大哥，快点！啊，对对，哎，宁前辈，走，上去，走。宁大哥，神剑没事吧？神剑要是有恙，我不会放过姓聂的。大哥，咱们认识这么久，二哥不是这种人呐，他不是鸡鸣狗盗之辈，其中一定是误会了。哼，多年的朋友，也有分道扬镳的一天。常言道，利欲智昏，更何况这是一把能够号令3界的神剑。总之，无论何人，凡是觊觎我神剑者，我宁丁光绝不放过他。哪怕我双手染血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宁大哥，聂前辈呢？哎，回去了，怎么劝都听不进去。回去也好，他们2个都需要静一静。哎，对了，宁前辈呢？刚刚宁前辈说，凡有胆敢觊觎神剑者，杀无赦。现在他认定聂前辈是想夺神剑，你说会不会？不会的，你就别瞎想了。宁前辈他只是太紧张了，所以才误会了聂前辈。他们2个人无非是一时之气，等气消了，自然就没事了。再说了，你相信聂前辈会夺神剑吗？当然不相信啊。那不就行了吗？只要聂前辈不觊觎神剑，那宁前辈就不会杀他。可是，你就别担心了，不是还有我们俩吗？总之，不管何人，凡是觊觎我神剑者，我宁丁光绝不放过他。哪怕我双手染血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哎，小仙姑娘，宁大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才睡不着觉，就出来透透气，看到一个黑影过去了，我觉得奇怪，就跟过来。你也看见了？这其中一定有古怪，我们快去铸剑室吧。那赶紧去看看。什么人？
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怎么样？晕倒了，小倩。都说人聪明，却没想到被你淘气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好痛快呀！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到他们跪在我们脚下苦苦哀求的样子。少主，恕姥姥给二位带个话。滚！黑风主人已经知道你们混进宁府的事情，对你们很是不满意。姥姥让我提醒你们，少磨蹭时间，赶紧完成任务。哼，不然后果自负。我自有主张。